同樣喺修行啦，點解有人會一日千里，有人咧就寸步難行呢？大家咧係咪都棘住喺？咦，道理都明喎，但係習氣依然係改唔到，好想前進，但係咧就原地打轉，一時就清醒，一時咧就打回原點。你以為自己係咪唔夠努力呢？只係大家都忽略咗修行嘅一個核心嘅真相，就係你只係靠意志力，你永遠咧都轉唔喐嗰個深層嘅業力。你嘅心其實係引擎，你嘅願力係方向盤，但係你就忘記咗最重要嘅嘢，就係汽油。呢份汽油係乜嘢呢？就係行善積福，行功立德。佢唔係乜嘢表面嘅功夫，佢係你修行路上唯一能夠去轉動業力、清除障礙嘅真實能量。只修觀念呢，唔係累積功德呢，就好似一台引擎空轉嘅跑車，個聲音好大，但係呢邊度都去唔到。如果冇呢份德嘅電量，你嘅覺察力再強，都只不過係短暫嘅清醒。想放低，依然係放唔到；想轉念，但係咧就轉唔喐。而真正嘅修行，從來都唔係思想嘅辯論，佢係一場功果嘅累積。為咗溝通，所以名為功果。3000功800果，3000功講緊嘅就係你喺世界上所做嘅對外嘅一啲好嘅事情，例如行善啦、幫人啦、誦經啊、雷公氣事人，自有做。咁就好似係你修行之路咧，鋪低轉頭，呢個就係外在嘅功勞。800果咧就係講緊係修內、修裏面嘅，去除一啲嘅妄念啦，改咗自己啲脾氣啦，改咗啲雜氣啦，去收攝心心，回歸翻清淨。當你每一次放低執着，就好似喺你個心田入邊咧，去掹一根嘅雜草，呢個就係內在嘅修為。兩樣嘢係同步進行，缺一不可。